去年宜兰的海边出现一大片油污染，苏当时有一只海鸟规身躯拢绑着乌油，无法度飞，用专用的清洁剂甲洗过遍，才总算甲洗掉。今仔日顺利野放。这只海鸡母天是为海景的方向飞出去，成功野放。因为宜兰海华山去年向向出现大量不明的油污，迄当阵这只海鸡母阿成鸟，伫五吉乡的海景巷发现，规份属是全油，无法度飞。后面将送去动植物防疫所抢救，兽医甲鱼仔等落水池底，测试这只鸟掠物件食的能力，还佫有评估伊的毛敢也有防水的功能。因为油污除了影响海鸟的飞行，还佫会互伊的毛无法度防水，致使海鸟无法度保持温暖，失去温度。然后就用3道洗完之后，然后再把它烘干之后，再测试它的防水性这样。然后如果没有办法防水的话，就再重复清洗。因为海鸡母无鼻孔，要控制分尸真困难，所以要清除分尸顶的油污是真无简单。同时，防疫所上网参考夏威夷动物救伤协会经验，买洗油污专用的清洁剂，用无同比例分几啊届洗5遍，总算才把分尸顶的油污全部洗清去。是给它在池子里面游泳，看起来状况都非常不错，而且体重也增加了，已经增加到2.多公斤，所以我们才决定要野放。透过这个经验，防疫所会把清洁剂的比例记录落来优美。不过海鸡母是属于罕有性的海鸟，真少接触陆地，在台湾嘛真罕见。在海顶数量是真多，不过因为人为的污染，算是对这种的海鸟造成生命的威胁。而且为救治到成功野放，过程是真无简单。显示人为的活动破坏环境甲生态，要复原是真困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